大家好，歡迎返到籃球研究室，我係飛佬。一般而言，籃球運動員由25歲至30歲左右係巔峰期，30幾歲就開始走下坡。好多職業籃球運動員都會選擇30幾、40歲前退休。但係環顧四周，年過40，仍有人可以喺佢當地頂級籃球聯賽中奔馳。例如香港有周盈堅，台灣有林志傑，NBA 有占士、米高佐敦同賈霸等等。最後嘅3位更係喺40以後嘅時候，可以喺世界頂級聯賽中有耀眼成績。例如我嘅偶像米高佐敦，40歲後佢有30場出賽，場均22.4分、7.2個籃板、3.4助攻，當中4度得分30分以上。包括由佢創下史上第一次嘅40歲以上單場40分以上嘅壯舉。呢班老人家係點樣做到40歲之後仍有出眾嘅成績？今日我就想分享下我嘅觀點。我認為40歲以上仍可以喺籃球場上奔馳嘅人，生理同心理都做好咗準備。首先講下身體上嘅準備。我哋睇到40歲以上仲喺球場嘅人都係有強健體魄，甚至乎肌肉橫生，就好似占士同埋馬龍。就連睇落去細細粒嘅史托頓都有文章指出佢嘅靜止心率僅每分35次，為一般人嘅一半。而且佢哋都着重健身同營養，就好似馬龍同史托頓係效力爵士嘅期間，每日接受2小時重力訓練。米高佐敦更會聘請私人廚師，為咗1日3餐提供足夠營養。休息都係好重要嘅課題。占士創立咗睡眠優先嘅原則，每日至少睡滿8小時，甚至達10小時，並養成午睡嘅習慣，好讓佢頭腦清醒同身體恢復，減少受傷嘅機會。第二係心理，無可否認，你點樣健身，重視營養同埋休息，你嘅身體一定唔及年輕時期。快攻嘅速度慢咗，搶籃板時跳矮咗，就連力氣都細咗。所以年過40，想喺球場上奔馳，應該明白要轉換球隊中嘅角色，由當年王牌轉為輔助或者領袖嘅角色，甚至乎要轉換常打嘅位置。就好似占士，亦都早有計劃於投籃技術與位置方面進行調整，以延長生涯。近2季3分命中率係30歲之後新高與次高。如果佢哋不願擁抱改變，相信即係名將，亦難以喺40歲以後仍能喺 NBA 舞台上發光發熱。另外，卡特早喺35歲開始就自願退居二線，憑借住任勞任怨嘅付出同休息室老將角色轉換，一路打到43歲先退休。所以心態亦係40歲之齡仍可係籃球場奔馳嘅主要因素。最後，我想用米高佐敦一句話作總結。佐敦曾經提過自己認為個中關鍵必須具備2個條件：真正熱愛你所做嘅事情，且必須非常幸運地唔能夠受傷。話專咗，我哋生理同心理都要做足準備，先可以40歲之後仍可以喺球場上奔馳。今集係本頻道第一次用 podcast 嘅形式去分享我哋經驗同埋睇法，歡迎大家留言俾啲建議我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請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未訂閱嘅朋友都請你哋訂閱呢個頻道。你哋嘅支持係我堅持提供優質影片嘅動力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集見。